健康禮物，祝母親節快樂 ，relax joy 啊！DSC 得意思，祝大家母親節快樂。風露潔超潔換能牙刷，超軟嘅高低細添產毛，貼合齒形深層清潔牙縫。風露潔祝大家母親節快樂。特強幸福指動刀，恭祝各位媽咪母親節快樂。提提你，日本成今期最收係慶祝母親節精選廚具增加發售。買咗月餅廚具，仲可以加10蚊食物康乃馨嘅我通天媽咪添。壽桃牌提提你，母親節記得買矜貴又健康嘅壽桃牌包兒麵送俾媽媽，母親節快樂。珍惜今次嘅機會，珍惜今次嘅新聚，因你講蘇高多香港站，更加開5月9號終極一齊，門票680甚至180，城市電腦售票優優惠。永亨信用財務，祝天下母親母親節快樂。台灣嘅美南國新專門店，祝願天下母親永遠健康美麗。濕水確肉，潔柔紙巾，濕碎更顯老。從懂事以嚟，我就中意長頭髮。最靚。呢個母親節帶媽咪嚟香港濕地公園親近大自然，欣賞野生生態，一齊跟我媽咪嘅愛係世界上最大嘅祝福。新寶祝天下母親母親節快樂！真誠慈愛嘅客戶選擇咗新寶。好成績就係送俾媽咪最好嘅禮物。現代教育祝大家母親節快樂！歡迎繼續收睇創富科，先同大家睇睇恒指行開出嚟嘅情況係點啦。恒生指數方面而家係下跌13點，最新係報20,797點㗎，跌幅0.07%。總成交金額方面去到323億幾，呢一個期指數啦。咁期股指咧係下跌34點㗎，最新係報11,915點，跌幅0.26%。同大家咧睇埋咧亞太區方面嘅指數啦。首爾指數方面咧就收到咧1,718點，下跌咧係2點㗎。至於台北加權平均指數方面咧收報7,930點，下跌21點。澳洲聯儲銀行咧就公布將利率咧上調25個基點去到4.5%。咁聲明咧就指出澳洲樓市活躍，將按照咧既定嘅政策達至咧係通脹嘅目標。至於係渣打集團方面咧，就發表第一季嘅中期嘅管理層嘅報告，就講到集團咧今年有非常強勁嘅開始，咁收入以及係溢利咧均高過咧舊年嘅同期，客戶收入咧創新高紀錄，比舊年咧第一季嘅增長咧係超過20%，咁佔咗咧商業銀行業務總收入80%以上。渣打集團咧就講到，個人銀行咧佔整體業務收入同埋溢利咧比重咧均咧就係較舊年咧同期增加，個人銀行收入增長動力持續，按年咧有雙位數字增長，並且咧超越舊年下半年平均進帳嘅水平。個人銀行資產質素咧較舊年亦都有所改善，而衡量咧就係客戶拖欠狀況指標咧亦都持續咧係有改善，加速咗咧貸款減值好轉嘅趨勢。而渣打就講到啦，按揭業務咧嘅量增長係良好，隨住咧競爭加劇，增幅咧已經完全咧受到息差。